来有风声，讲政府8月23了后，内阁会来改组，这国安甲外交团队嘛有变动。其中，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赵怡翔互点名转进国安团队。另外，台电的董事长詹文生甲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明鑫有机会来接经济部长。那你如果说川普总讲的事情都是我们要奉行的标准，假定是这样，那他更早之前讲过 beautiful and clean coal， 美丽又干净的美啊，这一题要不要讲？回应川普批评公电视世纪骗局，台电董事长詹文生真无奈，因为最近政坛无稳定，伊在面对的恐惊唔那安尼。有被点名说接经济部长，这个谢谢关心。美朝一手无印，内阁风声讲局部改组因为有6年经济部处长经验的詹文生，互点名几下摆。另外有财经背景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甲总统府的资政沈荣津拢被点名。除了内阁以外，国安外交团队嘛有机会调整管会主委甲副秘书长2个职位。风声是台北市议员赵怡翔、总统府发言人李文，也是多卸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的李顺。我想这个都属于总统的人事权，其实不应该也不便由我这边做进一步的阐述或推测。我们想这总统院长大家都会推出最适当的人选来做。有关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徐书俭嘛，风声讲将代替现任的驻美代表余大雷，余大雷将会转任西班牙代表。是讲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讲无相关的安排，内阁人事变动引起大家关心。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